伫咧北极有一种规身躯白真水的动物，叫做北极狐狸。过去才人类为着要爱因的皮草，所以甲掠甲强要断种，但佮因为即个气候变迁、暖化的现象，去影响到因的生存，所以伫咧挪威就有动保人员发起行动，伫户外放饲料，希望讲会当抢救遮的北极狐狸。 无论是伫细里走骨条，还是目睭刻刻倒来休困，有规身躯白毛的北极狐狸，人叫伊极地精灵。因毛的色水会对季节的变化，冬天是白色的，春夏季会变做青灰肤色。为着得到因身躯的皮毛，较早即种动物伫北欧，互咱人过度拉布，差不多面临断种。后来进步令实施了后，才有个生团。啊，毋过即马因又个面临新的威胁。If we get warmer and more unstable climate, where you get snow melt and you get icing on the ground, that is going to affect how well the rodents can survive. 受热气类的利齿是北极狐狸爱食的主要食物，啊，毋过因为全球暖化影响，最近数量渐渐减少。为着无要互北极狐狸摇巴肚，科学家最近伫野外建设30个有装饲料的饲食站。 And then in the last standing barrel, we have standard dog pellets that we fill into it and that the foxes eat. 这项饲食计划目前小可有成果，北极狐狸的数量已经为18年前的40只增加到550只。啊，毋过相关计划原来引起议论，有人是烦恼饲食站会引起规定动物到位，也会致使疾病传播。也有科学家是质疑，伫无度维持生存的环境中支持动物无真大意义。 啊，毋过挪威自然研究所认为，目前北极狐狸要脱离断种，也有真长的路要行，饲食计划必须要继续进行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。